今集又係做一個平台，佢係點樣變成呢個水泥嘅平台呢？前一日就打好晒啲餅仔，第二日就可以做呢個平台啦。今集嚟做呢個細細地嘅平台啦，我搬定嗰啲沙，開始撈英泥沙，車包英泥過去先，加油啊！倒啲水泥落去啦，填平佢之後呢，就可以開始執一執，好似玩 Minecraft 咁樣，簡單刮平，等佢收一收水先，之後又執一執，咁呢個水泥平台就完成啦，都係咁易整下。